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今仔日是同志结婚合法通过满4周年，啊，就伫个昨，立法院嘛三读通过同志共同收养权，也就是讲打来哦，同志家庭嘛当共同来收养囡仔咯。这是互同志家庭非常的感动，讲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婚姻平权。 抱查囝来到台北市户政事务所办亲子收养登记。2022年1月13日一天，伟爸、鸟爸、个阿爸一口13个人总算伫咧法律顶团圆。我是喵爸，就是终于这一刻终于到了，今天在法律上。 让孩子有了双亲的保护，我觉得这个判决真的非常不容易。因这条路是行甲真辛苦，因为法律规定，同性恋的一边敢让收养另外一边的亲生囝，因决定来打官司来赢争法律欠着的所在，争做台湾唯一的一对，嘛是亚洲唯一一对同志收养的家庭。另外，伊三读通过同性家庭总算完成梦想，会当共同收养囡仔。我好开心哦！ 对啊，我终于不用是那个全台湾第一对，还有其他家长了。其实因为收养小孩而被迫离婚，他们终于可以结回来了。后一步，因希望当走向同志人工新式的家庭，嘛早一当分身推动，唔免阁透过欢迎来收养，互囡仔袂阁再是单亲家庭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 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